好啦，然之後嚟到第12條嘅位置啦噃，12條咧就話一個地圖係1:50,000啦，跟住 actual area 咧，即係現實世界上嗰個真實面積咧係10個平方公里，咁就問你 map 嘅 area 係幾多啦？個地圖上面嘅 area 係幾多啦 ？OK， 咁咧一個 km square 咧其實就係一個 km 咧其實就係10萬個 cm 嘅，呢個就建議背咗佢嘅10萬個8,000萬10萬嘅，所以咧10個 km square 咧其實就係10萬個 square 再乘10，10萬 square 再乘10，得唔得？所以咧我哋用翻 ratio 啊，佢除我哋除問號啦 ，actual area 問號啦，係會等於5萬除1嘅2次嘅。因為呢個係 A1 比 A2 等於 L1 比 L2 嚟嘅 ，OK， 咁你多篤機睇下係發生咩事啦？10萬啦，000002次乘10除5 000002次，答案就係40。OK， 咁答案就係 D 啦，答案就係 D 啦。